曼聯消息，曼聯原技術總監威克斯亦都升任為俱樂部嘅足球總監啊！之前呢，主管曼聯足球事務嘅大夫布雷斯特福特爵士亦都退出俱樂部嘅日常工作，並且將會專注喺英力士集團嘅職責。而曼聯亦都如今認為佢哋嘅管理架構亦都係牢固確認啊！奧馬爾貝拉達亦都擔任首席執行官，威克斯擔任足球總監，而馬克岩士堂呢亦都係作為翻首席商務官，領導翻俱樂部嘅商業部門。而曼聯亦都向賓福特送上初步嘅報價，4500萬英鎊加1000萬英鎊嘅浮動。咁但係咧，賓福特對麥比奧莫嘅要價咧，大約去到6500萬英鎊到7000萬英鎊。而麥比奧莫亦都同意加盟曼聯，但係亦都係拒絕咗3間英超俱樂部之後咧，想要轉會曼聯啦。而利山度馬天尼斯咧，自2月前咧十字韌帶撕裂後恢復良好，目前在進行緊力量訓練同埋康復工作，目標亦都喺今年夏天恢復翻回歸到草地嘅訓練啊。不過咧，佢唔大可能會出現喺季前熱身賽。